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咧就想講呢個指數律。不過咧，未講指數律咧，我咧就想同大家咧一齊咧重溫下以前小學嗰陣時揾因數嘅過程。不過咧，今次咧我咧就唔係要揾因數咁簡單，我咧就想揾質因數。咁你見到左上角呢度咧都寫咗啦，任何一個整數，咁整數咧就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嗰啲數字啦，咁0唔係整數喎，0係好特別嘅喎，而1咧佢都有一個特別嘅身份嘅喎，佢既唔係質數，除咗佢自己之外咧，你揾唔到佢嘅因子嘅，即係佢得一個因子咧就係自己。咁如果佢唔係0又唔係1呢啲咁嘅整數嘅話咧，我都可以用一個連續相乘嘅質數嚟到表達嗰個數字嘅。咁下低呢橛咧就話咧，而且呢個質數相乘嘅表達咧係唯一嘅咧，一陣間先話俾你聽咩為之唯一嚇。咁咧依家咧我咧右邊嗰度咧你見到啦，有個36呢個例子，跟住咧我咧就揾啲質數去除佢。咁你見到36係雙數啊嘛，一定有2呢個因子啦。於是乎咧，我咧用2嚟除36，跟住咧得到個答案咧就18。18咧都係雙數，有2呢個因子啦，又揾2嚟除佢，得到咧就係9。9唔係雙數啦，係單數。不過咧好明顯佢係有3呢個因子嘅，所以咧最後咧3乘以3就將呢個9都整除埋。跟住咧我就話啦，36咧係等於2乘以2，即係兩個2乘埋。再乘以兩個3乘埋，3乘3，咁咧就係36啦。咁36呢個數字嘅因子咧，大家都識揾啦。首先咧，36佢自己係因子，跟住咧就係2同埋18，因為2乘18係36啊嘛。跟住咧就3乘以12，跟住咧就4乘以9，最後咧就係6乘以6自己。所以咧36嘅因子咧就有2、3、4、6、9、12、18、36，我哋咧就知道36咧就有呢啲數字可以整除佢，呢啲咧數字咧就係叫做因子，佢嘅因子吓。咁跟住咧，我咧就再講多少少嘅呢度，4咧就係2乘2，6咧就係2乘3， 9咧就係3乘3， 12咧就2乘2乘3。18咧就係2乘3乘3，當然啦，36咧就係4個因子，4個質數嘅因子乘埋啦，2乘2乘3乘3啦，即係話咧36呢啲質因數咧互相咁相乘嘅不同嘅排列咧，就係36自己嘅因子嚟嘅。例如4係2乘2啦，假設間我兩個乘埋啊嘛，4就係2乘2啦，6就係2乘3啦，9就係3乘3啦。如果3個數字乘埋咧，我有機會係2乘2乘3啦，或者2乘3乘3啦。咁如果淨係得一個因素嘅，咁咪2同埋3自己啦。所以咧，你見到36等於2乘2乘3乘3呢個質因數連乘式咧，係36唯一噶啦，冇其他辦法可以乘咗出嚟，又用質數嚟到得到呢個結果。希望大家可以消化下啦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想講咧就係指數啦。咁咧，我咧就舉個例，就係1323000呢個數字，好似頭先36咁樣。就揾佢嘅質因數連乘式。咁首先咧，佢係一個雙數先啦。跟住咧，我咧就揾2嚟去除佢啦，就得到661500。跟住咧又係雙數啦，我又揾2嚟除佢，跟住咧就得到佢嘅一半啦，330,750。跟住咧又係雙數，我又揾2嚟除佢，除到佢冇雙數為止，得到咧就係165375。跟住見到後邊咧有個5字喎。我知道有5呢個因數啦，雖然你見到佢加埋都係3嘅倍數，咁可以俾3整除，咁我咧就方便少少啦。見到5字就揾5嚟整除佢先啦，跟住得到咧就33075，又係有5字喺後邊，跟住咧我又揾5嚟整除佢，6615，又揾5嚟再除佢，得到1323。好啦，跟住咧我先至揾3嚟整除佢啦，因為3加1加2加3好明顯係3嘅倍數啊嘛，咁跟住咧就揾3嚟除佢咧就441，咁4加4加1又係3嘅倍數啦，跟住咧又揾3嚟
整除佢啦，就得到147，1加4加7又係3嘅倍數啦，12啊嘛，跟住咧就3再除以佢，得到49。好啦，49好簡單啦，試下揾7啦，揾唔到3嚟除佢啦，揾7嚟除佢，7 7就49，得到咧呢一紮數字就係3個2乘埋啦，3個5乘埋啦，3個3乘埋啦，同埋2個7乘埋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咧就話啦，呢個數字1323000咧，就係2乘2乘2，再乘以3乘3乘3，再乘以5乘5乘5，再乘以7乘7。跟住咧，我咧就用括弧啦。我見到3個2乘埋，我括埋佢；3個3乘埋，我又括埋佢；3個5乘埋又括埋佢；2個7乘埋，我又括埋佢。咁好麻煩噶嘛？你9、10、11、11個數字乘埋一齊。於是乎咧，我咧就將3個2乘埋咧，我叫2嘅3次方。3呢個數字有3個乘埋一齊，咁啊3嘅3次方。5呢個數字有3個乘埋一齊，所以咧就5嘅3次方。7呢個數字有2個乘埋一齊，咁啊7嘅2次方。咁於是乎咧就係2嘅3次方乘3嘅3次方乘5嘅3次方，再乘以7嘅2次方，就係1323000呢個數字嘅質因數連乘啦，就用咗指數呢樣嘢嚟表達佢。呢個希望大家咧透過呢個例子咧，知道指數係啲咩嘢啦嚇。咁當然有啲簡單嘅表達啦。2嘅2次方就係2乘2啦，咁啊大家都知係4啦。2嘅5次方咧就係5個2乘埋啦，得到咧就係32啦。2嘅10次方咁點啊？咁你冇理由寫10個2乘埋一齊噶嘛？你可以寫頭先寫咗5個2乘埋，跟住再將佢咧嘅右上角咧就寫個2字，咁啊即係變咗10個2乘埋一齊噶咯。5個2嘅自乘啊嘛，咁咪10個2嘅乘埋咯，得到1024。咁啊3嘅3次方咧就係27啦，17嘅3次方咧就4913啦。咁好啦，複雜少少啦。3嘅3次方乘以17嘅3次方係幾多咧？咁於是乎咧，其實就係27乘以4913，得到咧132,651。咁呢個咧就係指數嘅應用嚇，可以咧表達一啲好大嘅數字嘅，亦都可以分析到嗰個數字有啲咩質素嘅。咁跟住咧就講指數律啦。咁頭先咧啱啱講完咧就係咧，任何一個數字咧都可以用質數互相相乘嚟到表達佢，亦都講咗咧，我哋可以用指數嚟到表達一啲相乘嘅數字嘅嚇。咁呢度咧就重複啦，相乘嘅數字係點樣用指數啦嚇。不過咧呢啲指數咧係可以有啲運算喎。呢度有個例子就係3個2乘埋2嘅5次方咧就5個2乘埋。咁如果2嘅3次方再乘2嘅5次方咧，好明顯就係3個2再加5個2乘埋，咁即係3加5就係8嚇。咁於是乎咧個答案咧就係2嘅8次方啦嚇。咁右邊呢度咧就我咧就係介紹緊佢點樣用代數嘅形式嚟到表達。咁首先咧第一件事咧，我咧就話啦，2咧呢個數字咧其實咧係8呢個指數嘅底，所以咧就係以2為底噶啦。咁套落去咧呢個咧就係 A 嚟嘅。咁只要世界 A 唔係0 ，B 又唔係0，咁 B 又未出現啦，陣間會出現 B 噶啦。M 同 N 咧就可以係0，不過咧佢都係要係實數。A 咧一定要係實數，不過咧就唔可以係0。咁咧 M 同 N 咧就可以相加，咁 A 嘅 M 次方乘以 A 嘅 N 次方咧就係 A 嘅 M 加 N 次方啦，變咗就咁樣。就呢個咧就係代數。好啦，跟住咧就到指數嘅減啦。咁指數嘅減咧，咁我咧就首先咧就簡單啲啦，就用分子大過分母呢個例子啦。咁我咧就用2嘅5次方做分子，分母咧就係2嘅3次方。咁分線咧當然啦係一個除號嚟嘅本身。咁啊2嘅5次方除以2嘅3次方咧就係2嘅3次方分之2嘅5次方噶咯。咁咧即刻就可以相約啦，約咗分母嗰個2嘅3次方佢就變咗係1，唔係0啊，係1。咁2嘅5次方咧就少咗3個2乘埋啦，咁啊2嘅2次方變咗。最後咧2嘅2次方除以1咧就係2嘅2次方。如果用代數嚟到表達佢咧，就係 A 嘅 M 次方除以 A 嘅 N 次方啦。咁啊等於 A 嘅 M 加 N。咁 M 同 N
可以係任何實數嚟噶嘛，咁我哋唔知係乜，咁啊冇得揀埋一齊，就好似頭先咁 m 加 n 咧，我哋都唔知係乜嚟噶，咁我哋咧就保留翻佢叫做 m 加 n 咁嘅意思。到第三樣啦，指數可以負嘅，指數係負咩意思咧？即係同一個底嘅情況之下咧，分母嘅指數係大過分子嘅指數，大家都係同一個底，個底咧就係2，咁2嘅3次方除以2嘅5次方咧，大家都係同一個底啦。咁於是乎咧，佢可以相加可以相減，咁咧就情況咧就係3減5咯，變咗咁將分子嗰3個2約咗，剩翻1，分母嗰5個2咧就約走咗3個，就要剩翻2，所以咧就變咗2嘅2次方分之1。咁用指數嘅寫法咧就係2嘅負2次方。咁個負數係咩意思咧？好明顯就係俾1除以佢，俾1除以佢。咁啊，右邊呢度咧都有個符號啦，1除以 a 嘅 n 次方咧就變咗 a 嘅負 n 次方咁嘅意思好啦，講完負數嘅指數，咁啊了解下佢係0又點樣啦？個 n 係0嘅話咧，就咩情況咧？就係大家同一個底，個指數又一樣，一個係分子，一個係分母。咁啊，2嘅3次方做分子，呢個例子就係2嘅3次方做分母，又係去做分母。咁咧，大家咧啱啱好約完之後咧，就3減3係0啦。咁個指數咧係0啦。咁你諗下喎，2嘅3次方做分子，2嘅3次方做分母。咁5嘅3次方做分子，5嘅3次方做分母咧，情況一樣嘅喎。7嘅3次方做分子，7嘅3次方做分母，情況又一樣嘅喎。咁我再刁轉少少，7嘅10次方做分子，7嘅10次方做分母，一樣嘅喎。答案都係1，減咗之後咧，嗰啲指數減咗咧都係0，所以咧任何數嘅0次方咧，佢都係1。呢啲乘方咧，嗰個底咧，即係2嗰個位就唔可以係0嘅，你可以係其他整數，例如3啊、4啊、5啊，甚至係分數2/1啊、3/1啊、5/1啊、7/1啊、7/9啊之類。不過咧，無論點都好，個底咧就唔可以係0。如果係0嘅話咧，我哋咧係冇得計數嘅。個指數咧就調翻轉可以係0啦。咁都俾咗個例子啦，2嘅0次方係1啦。個指數係可以係0嘅，亦都可以係任何實數。咁實數裏邊咧，當然啦，有啲係分數啦。咁我一陣間咧就講指數嘅分數係點樣嘅情況。咁而家咧個例子咧就係3個 a 乘埋，即係 a 嘅3次方咯。咁乘埋係之後咧就等於一個整數，假設間係2啦。咁你亦都可以自己試下3啊、5啊、7啊其他整數嘅。咁究竟3個 a 乘埋等於2，咁 a 係乜嘢咧？ A 咧個指數咧啱啱好咧約減咗之後咧就要係1嘅喎，因為2咧而家係1次方啊嘛，咁所以嗰個指數加埋之後要係1。咁咩東西3個加埋指數會係1咧？咁咪即係1/3咯。A 咧呢個數字咧就係2嘅1/3次方，因為2嘅1/3次方3個乘埋之後咧個指數係相加，啱啱好咧就變咗1個2啊嘛，即係2嘅1次方啊嘛。A 咧呢個答案咧就係2嘅1/3次方，即係開三方根，開立方根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就睇下嗰個符號啦。咁咧個符號好簡單啦，變咗 A 開 m 次方咧就係等於 A 嘅 m/1次方，即係開平方嘅話咧就係2/1，開立方好似頭先咁咧就係1/3。如果開四方根嘅話咧就係 A 嘅1/4。好啦，跟住咧再落下一個咧例子咧就係相乘啦，嗰啲指數。咁咧我咧呢個例子咧就係3個8乘埋一齊，咁啊好自然啦，8嘅3次方啦。不過咧8咧本身咧就唔係質數嚟嘅喎，8咧係3個2乘埋喎。咁咧2嘅3次方咧，於是乎咧就將佢成個括住，再3次方，言下之意咧即係話咧將兩個3乘埋一齊，就變咗2嘅9次方。咁你可以自己 check 下噶，咁864再乘8，512，咁2嘅9次方係咪512啊？冇問題喎，頭先我話2嘅10次方係1024嘛，
咁佢嘅一半咪512咯吓。咁右邊呢度咧都寫咗啦 ，a 嘅 m 再乘以 n 次方嘅話咧，就係 a 嘅 m 乘 n 次方吓。咁而 m 同 n 咧可以對調嘅吓，可以對調嘅。咁下低呢個咧例子咧就係2嘅開方根3個乘埋一齊。今次係2嘅開方根3個乘埋一齊，開平方，咁即係2嘅1/2次方3個乘埋一齊啦，咁即係3乘以1/2啦。咁於是乎呢個指數咧就變咗3/2，2/3吓，個底咧就依然係2，冇變嘅。咁亦都可以寫成2嘅3次方，即係跟住再乘個開平方嘅吓。咁如果開平方2嘅3次方開平方係點咧？每兩個咧就抽一個出嚟，即係2乘2乘2，三個2乘埋啦，其中將兩個2咧開咗方佢，咁就變咗一個2，咁啊2乘以開方根2吓，就係咁樣樣。咁其實好明顯嘅，因為開方根2乘開方根2就係2自己啦嘛，咁咪2乘以開方根2咯。最後好啦，咁而家咧就兩個數字乘埋啦，講兩個數字乘埋，乘個再一個次方，咁點樣樣咧？咁其實好明顯嘅，呢度咧就15乘以7啦，咁15乘以7嘅3次方，咪15乘以7乘3次咯。咁15就有3個乘埋一齊，7又有3個乘埋一齊，係咪？咁咧15呢樣嘢咧，佢本身就唔係質數嚟噶，就係3乘5啊。於是乎咧，就係3個3乘埋一齊。跟住有3個5乘埋一齊，最後拆開之後咧，就有3樣嘢乘埋一齊啦，就係3嘅3次方、5嘅3次方同埋7嘅3次方吓。咁希望你哋咧記一記呢個情況吓。咁演變到咧，咁有個代數嘅寫法咧，就係 a 乘以 b 乘個兩個乘埋之後嘅 m 次方嘅話咧，就相當於 a 嘅 m 次方乘以 b 嘅 m 次方。兩樣嘢乘埋咁你可以拆完又拆噶嘛？呢個例子咪就係拆完又拆咯即係15乘7嘅3次方，咁15自己又係兩樣嘢乘埋3乘5，跟住又3次方，咁於是乎變咗就係3嚿嘢乘埋。咁呢個就係反覆咁做，用咗2次右邊呢個公式，再落咧，跟住再落咧就係7/5嘅3次方，咁其實一樣嘅，因為7/5咧。就相當於5乘以1/7，5同埋1/7咧都係實數啊嘛，咁其實都係你話係用緊 a 乘 b 括住成個 m 次方呢個公式都可以噶吓。方便起見，所以我就當佢係一個除數咁樣，咁咪 a 除以 b， 咁啊成個括住成嘅 m 次方咁樣表達，相當於 a 嘅 m 次方做分子，b 嘅 m 次方做分母吓。咁呢度都舉咗個例啦，7/5，三個7/5乘埋一齊，咁你會點乘咧？咁好自然個分子就係5嘅3次方啦，分母就係7嘅3次方啦，咁啊做完啦，咁啊應用咗呢個公式，再落咧就係7/5嘅1/3次方，咁啊變咗做開三方根，即係開立方根，咁我咧就其實咧就係應用下呢個公式咁嘅意思嘅啫。咁7/5咧就相當於5乘以1/7啦。咁因為咧開方根成個都係開方根啊嘛，咁即係成個括住開三方根於是乎咧，我咧就可以寫做5嘅3方根乘以1/7嘅3方根咁1/7咧，亦都成個開緊三方根噶嘛，咁變咗分子又開翻三方根，分母又開翻三方根，咁分子係1，咁開咗三方根都係1，咁分母咧就係7，咁開三方根咁呢個咧未簡化完嘅做簡化嘅話咧有個原則，就係咧分母咧就唔可以係有開方根，咁我哋點算好咧？我哋咧就將7嘅開三方根咧就乘到佢變咗做7自己為止，咁7嘅三方根即係1/3啦，咁我咪要乘翻7嘅2/3次方咯，咁加埋1/3次方，咁啊變咗做1啊嘛，咁於是乎咧我呢度你見到下低個底綠色嗰部分咧，點解我要成一個咁複雜嘅嘢咧？就係因為目的咧就係要將7嘅1/3次方
變咗做7嘅一次方吓。咁於是乎咧，7嘅1/3次方乘7嘅2/3次方咧，加1/3加2/3加埋咧就係1次方。咁1乘以7嘅2/3次方啦，個分子變咗吓。咁於是乎咧，最後咧嗰個分母咧就係好簡單，變咗做7。不過分子又複雜少少，就7嘅2/3次方，即係7嘅平方再開3方根。咁啊，前面嗰個5嘅開3方根咧就係冇變到嘅。咁啊，將佢乘上去個分子嗰度吓，就係咁樣樣。咁啊，預先話俾你聽吓，有一樣咁嘅嘢要做嘅吓。跟住咧就係一啲例子啦。咁啊化簡呢樣嘢，咁啊分子咧就係一個括弧5次方啦，嗰個括弧入邊咧就係 U 嘅4次方啦，乘以 V 嘅負3次方啦吓。咁個分母咧就簡單啦，就係 U 嘅6次方乘以 V 嘅負2次方啦吓。咁好啦，咁點樣化簡佢咧？首先咧就將個分子嗰個5乘入去個括弧入邊嗰啲指數嗰度，拆開去 U 嘅4次方再5次方 ，V 嘅負3次方再5次方，跟住乘埋佢 U 嘅20次方乘以 V 嘅負15次方。咁個分母係冇變到嘅吓，冇喐到佢嘅。我首先解決咗個分子嗰個括弧先吓，跟住咧再做完啦，跟住咧就同分母嗰啲數字咧就相抵消。咁大家同一個底嘛 U， 咁啊 U 嘅20次方減分母嗰個6次方 ，V 咧就負15次方再減分母嗰個負2次方，跟住咧最後咧減完之後咧。V 咧就係負13次方 ，U 咧就14次方，咁咧就唔好用負嘅指數出現俾人，要用正指數表達，就將 V 咧就寫做分母，因為佢係負13次方，就變咗做正13次方嘅分母吓。咁咧呢度咧右邊呢度咧就係講緊佢用咗啲咩公式 ？A 乘 B 嘅 m 次方啦 ，A 嘅 m 次方再 n 次方啦，吓。U 嘅20次方減6次方嘛，咁啊20次方係分子，6次方係分母吓，咁 U 又用咗一次 ，V 又用咗一次吓，咁最後咧唔可以用負嘅指數作答，所以咧就變咗做分母裏邊有個正指數吓，咁啊 V 嘅13次方。好啦，跟住咧就講多一個例子咧，就係左上角呢個一個大括弧2次方。括弧入邊咧係一個分數，個分數咧上面分子咧就係 x 嘅負1/2次方乘以 y 嘅2次方，下低分母咧就係 x 乘以 y 嘅負2次方，吓，好似好複雜咁。咁其實咧同頭先 UV 嗰個例子咧係幾乎一樣嘅，吓。咁咧就首先咧我哋咧就逐樣咁去做啦，將個括弧外邊個2字乘入去先。咁啊，於是乎第一步咧就係咁樣啦。分子有2次方，分母有2次方，跟住咧將分子嗰個2次方咧又再乘入去，逐個乘，分母情況都係一樣吓，咁啊一步一步咁做。咁開始嗰陣時你梗係一步步做啦，咁後來啦咁做熟咗啦，咁你可以一次過做吓。咁於是乎咧就2乘以負1/2嘅 x 嘅次方吓 ，y 嘅次方咧就2乘2，咁分母咧。都係個情況一樣 ，x 嘅2次方就咁一個2次方 ，y 咧就負2嘅2次方，咁啊乘埋一齊就負4次方，吓。咁依家呢度就專登寫多一步出嚟啦，吓。負2分1乘2，2又乘2嗰啲指數 ，x 咧就1乘2，y 嘅指數咧就負2乘2，好簡單啦，就變咗做 x 嘅負1次方做分子，咁分母嘅情況咧就係 x 嘅2次方。因為一陣間咧，你只可以同一個底相加相減噶嘛，你唔可以唔同嘅底相加相減噶嘛。咁依家得 x 同埋 y 啫，咁 y 咧又係4次方，咁啊做分子 ，y 嘅負4次方就做分母吓。咁跟住咧就 x 互相減，負1減2，y 嘅指數咧就係4減負4吓，咁得出嚟咧就係 x 嘅負3次方，y 嘅8次方。用翻正指數作答嘅話咧。x 嘅負3咧就做咗分母，咁變咗 x 嘅3次方，咁 y 嘅8次方咧就做咗分子咁樣樣。呢一題咧就表面就係訓練你哋嘅指數嘅運算啦。
不過咧，其實咧就係想你哋熟習由算式過渡去代數咁樣樣，咁等你哋習慣下代數嘅使用。好啦，咁兩個例子講完之後咧，就係一啲文字體啦。咁呢啲文字，所謂文字體咧，其實咧我相信同你哋嘅小學程度差唔多嘅啫。不過咧，想強調一樣嘢咧，就係用代數符號嚟到表達呢啲文字體嚇。咁左邊嗰度咧就分咗4步啊，分咗4步嚇。咁咧，首先第一步咧就係將個文字體咧就慢慢分析。你分析完咗之後咧，你咧就將佢每一句分為每一個小節，咁啊拆開佢出嚟嚇。咁呢度右邊呢度咧有個例子噶啦嚇，右邊呢度有個例子啦，點樣去分拆佢咧咁樣樣。跟住咧就設一啲代數符號。你而家見到右邊呢個例咧，就設咗男會員人數同埋女會員人數啊咁樣。咁設一啲代數符號嚟協助自己去做呢個運算。跟住咧就將每一個小節咧就做一個數式去表達嗰節嘅文字嚇。跟住最後咧就解翻個答案出嚟，咁好啦，個例子咧就係有個遊樂會啦，有180名會員，男會員咧嘅人數咧就較女會員嘅人數咧就多咗40%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就將佢拆開做3句嚇。咁你見到咧，首先咧就係我拆咗做遊樂會有180名會員，第一句啦。跟住咧就男會員嘅人數咧就較女會員多40%，第二句啦。咁最後嗰句咧就係個問題啦，男會員人數同埋女會員人數嘅差係幾多咧？咁當然啦，就好明顯嘅，你咧就要將男會員嘅人數設做一個符號，例如大家 M 咁多人，咁女會員嘅人數咧就大家 F 咁多人嚇。咁設咗呢樣嘢之後咧，咁你就逐句嚟啦。咁遊樂會裏邊咧，嗰啲會員咧唔係男就係女噶啦，好自然噶。咁咧就於是乎咧就係 M 加 F 就等於幾多咧？就180人。就呢個咧就變咗做式1。咁女會員咧就係少啲嘅，男會員咧就多啲嘅，多幾多咧？40%。所以咧一個食多40%呢一個因子咧就會等於男會員嘅人 F 乘以括弧1加40%咧，乘咗呢個括弧之後咧就等於人數 M 啦，即係男會員嘅人數啦。呢個咧就係式2。咁最後咧個問題係咩咧？好明顯係 M 減 F， 男會員同埋女會員人數嘅差啊嘛，咁冇理由俾個負數佢噶。你明知男會員多過女會員噶嘛，咁啊 M 減 F 就等於幾多咧？咁呢個就係答案。好啦，咁咧有式1、式2同埋式3，咁就好明顯啦。我將式1同埋式2咧互相代啦，你可以將式2代落式1，或者式1代落式2都得嘅，冇所謂嘅。咁我就自然少少啦。式2已經講咗啦 ，M 係幾多啦？咁咧，於是乎咧就將成個 M 等於幾多嗰嚿嘢咧，就代咗落去式1嗰度，咁啊冇咗個 M， 就剩翻 F。於是乎咧就得到下低進入代數呢度。咁進入代數嘅話咧，我咧就唔用算術嗰啲符號啦，我咧就將 X 乘號咧就消失咗啦。咁啊就咁將 F 拍落去個括弧1加40% 嗰度嚇。嗰啲加減符號咧就仍然保留嘅嚇，咁啊變化唔係好大嘅啫，冇咗個乘號咁解嘅啫嚇。咁咧跟住咧就解個 F 啦嚇。咁啊 F 乘入去呢個括弧入邊啦，咁啊乘1加40% 啦，咁啊變咗就140% 啦。140% 咧，咁好明顯分母係100，分子係140，冇咗個百分符號就變咗一個分數100分之140嚇。跟住咧就再化簡咧就係 1.4F， 再加 F 就等於180。咁 1.4 加1咁嘅意思，其實咁就變咗做 2.4F， 等於180。跟住咧就約咗個 2.4 佢嚇。咁啊點樣約法咧？左右除以相同嘅嘢就係 2.4。其實做呢一步嘅啫，解就咁前邊嗰啲全部都係化簡啊嚇。
咁啊左右都除以 2.4 咧，於是乎咧180除咗 2.4 就變咗就75，咁 F 就等於75。咁我哋知道咗女會員嘅人數，亦都知道咗總共180人。咁我哋當然要揾翻個男會員人數啦。咁啊好簡單啫，180減75吓。咁我用代數嘅解方程嘅方式嚟寫咧，就要呢4行啦。其實你可以就咁寫180減75就等於 M 嘅吓。咁啊 M 咧就係105。咁於是乎最後就要用翻個色三啦，唔好忘記個問題就係問男會員同女會員嘅差啊嘛。咁於是乎咧就將105減翻呢個75，得到咧就係30人。呢個就係答案。呢個文字體咧本身咧就唔係話非常困難，重要嘅咧就係咧你點樣用代數符號嚟到去解一啲文字體。下一輯咧會再做一次類似嘅動作嘅啊。咁咧另外一個例啦，就話咧就一個展覽中心裏邊有6個展區，總共咧就有132名保安員。又係啦，保安員咧就唔係男人就係女人噶啦。咁每個展區咧佢有得意喎，一樣人數嘅保安人員嘅喎嚇。咁咧即係話呢6個展區加埋嘅人數咧就係132，而且咧呢6個展區咧入邊咧嗰啲人數係均等嘅，一樣嘅。咁每一個展區裏邊咧，女保安員咧就較男保安員咧就多咗4個人。咁好明顯啦，就設每一個展區嘅女保安員一個符號，男保安員就另外一個代數符號啦嚇。就最後咧就係問整個展覽中心裏邊咧男保安員嘅人數。我咧呢度咧就分拆咗做4個小節。其實咧人哋咧就唔會幫你拆開做4個小節咁樣問你嘅，佢係長賴賴咁樣寫完一行就下一行咁樣嘅啫。咁你要自己識得逐個小節嚟到去拆開佢，就每一個小節咧你自己心目中有個數學嘅意思咁樣。咁我呢度咧就拆咗啦。各個展區咧就每個保安員嘅人數係相同噶嘛，而知道咗6個展區有132個保安員，咁好明顯咧就要將呢132人咧就除以6，就每個展區咧就知道係22人啦。跟住咧先至設呢個保安員人數，男保安員人數每一區裏邊咧係 M， 女保安員人數每一個展區咧係 F 嚇。咁而佢講到明啦，女保安員咧就會多過男保安員4個，咁即係話咧 F 咧就會等於 M 加4，咁你呢個咧就係式1。咁當然啦，你已經除咗6啦嘛，咁樣就係每個展區嘅人數係22啦總共，於是乎咧就 F 加 M 咧係等於22嚇。咁你呢個式2啦，咁咧就將式1同式2咧互相代啦，你邊個代邊個冇所謂嘅其實。咁我咧就將式1咧就代入去式2。吓，咁於是乎咧 F 咧就俾我消去咗 M 加括弧 M 加4就等於22，跟住咧拆開括弧咧就冇變嘅，因為係正數吓，因為加數嚟嘅吓。咁啊 2M 加4就等於22，跟住再落咧就係我想消去個4先，咁啊左右都減4嚟到保持翻呢個等號吓。咁啊22減4就變咗18，兩個 M 就等於18。咁 M 係幾多咧？咁其實一講都知啦，係9嚇，9乘2咪18咯嚇。咁如果用方程式嘅表達咧，就左右除以2。咁好啦，知道咗男保安人員咧，每個展區裏邊咧就有9個，揾咗個男保安員人數，咁啊乘翻6個展區，咁啊6乘以9，咁啊知道係54人啦。好啦，再落一個例，就係咧有隻觀光遊覽船。咁咧觀光嘅遊覽船咧有2個等級嘅座位，一個係頭等，一個係普通等。咁咧就知道咧一共咧就賣咗600張船飛嚇。咁呢600張船飛咧就梗係包括頭等同埋普通等啦嚇。咁好啦，佢下邊咧就講啦，賣出嘅普通等嘅船票嘅數目咧係頭等船飛嘅3倍，頭等通常少啲噶嘛。佢貴啲啊嘛，咁普通咧就平啲嘅，咁咧就所以咧就頭等咧嘅3倍咧就係普通等。佢呢度話頭等船票咧就850蚊一張，普通等嘅船票咧就500蚊一張。咁咧就問啦，究竟所有船票嘅總值係幾多？咁我咧就設賣咗
出去嘅普通等船票咧係有 G 咁多張，頭等船票咧就係 D 咁多張。咁咧第一行淨係睇第一行，咁佢咧就話有2個等級嘅船票，頭等同普通等，總共夾埋係600張啊嘛。咁 D 加 G 梗係600啦。咁你呢個第式1，咁式2啦，就係話頭等船票嘅數目嘅3倍咧，就係普通船票嘅數目。咁我設咗普通船票嘅數目係 G 張啊嘛，咁啊 G 係等於3個 D 噶啦。咁啊呢個咧就係第2條式。跟住咧就將第2條式咧就代入去第1條式嗰度嚇，咁啊簡單少少嘅。如果你將第1條式代落去第2條式嗰度嘅話咧，咁你會發覺係複雜少少嘅。咁我即係做個簡單啲嘅動作啦。咁啊 D 加3個 D 就係600，咁總共有加埋之後有4個 D 啦，就係等於600啦。咁啊左右除以4，就燒咗個4去，咁啊剩翻個 D 啦，就150。再將呢個 D 咧就代翻落去式1或者式2都冇所謂。啊呢度我代咗落去式2嗰度，咁咧就3乘以150就變咗做 G 啦，就等於咁啊450。咁最後咧你咧就要做翻個船票嘅總值，總值係幾多？即係總共夾埋係幾多錢嚇？咁好明顯啦。咁 G 咧就乘翻嗰個500蚊一張 ，D 咧就係頭等船票啊嘛，咁啊乘翻850蚊一張，咁啊乘埋之後咧就個結果咧就係352500蚊啦。